乡亲啊，粉林有一味在地小食真出名，就是当归鸭面线。讲这个当归，为年初一袋斤300块，起到单700块，下个一直起到过年，可能会起破到1000块。所以过年后，这个大碗的当归鸭面线，一碗可能会为65块起到75块。 香港的当归鸭面线，啉一喙汤头，互规身躯烧烧，喝起来很舒服啊。粉林就名的在地点心当归鸭面线，除了鸭肉好吃，上精华就是这鼎啉起来甘甜香醇的当归汤，里面有铺鸭油，香到规钟头拢片着香皮。一锅汤的话，大概是这样的量，大概可以舀出去吃完给客人。规鼎汤爱用到的中药材成本就要2拍，尤其当归酷酷起。头家讲，5、6年前一包就要1袋斤，敢若1拍，以前时就开始起变1包3拍，到7、8月时变4拍，今嘛更较贵，爱7拍，过完年阁可能起到超过1000。 我们的利润是一直在被稀释当中，没有办法的话，过完这个年后我们可能要跟着要涨。当归这类中药材一直咧起，卖当归鸭面线头家拢讲，过年后若无阁起，因真正会挡袂调。目前都还是自行吸收就对了。对，就可以的就尽量。真的不行，该涨还是要涨。 有记者讲，一碗细碗的当归鸭面线55块，大碗的65块，过完年可能阁起10块。在看书当时，中药材继续少款，时到天气冷，想要食一碗烧好好的当归鸭面线，就要加啉钱咯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